先开始来关心总统大选，总统参选人是焦点，副手的动态嘛是引起各界关心。民众党吴欣盈昨是坐飞机去杜拜，伊要去参加联合国的气候峰会，伊是表示，这个行程10月份就已经安排好势啊。也那国民党的赵少康昨昏是批评执政党能源政策和世界趋势颠倒摆。也那针对国籍的争议，民进党萧美琴表示，伊无放弃过中华民国的国籍，所以嘛无恢复的问题。也那内政部即嘛表示，经过调查，3组计共6个人的参选资格拢下规定。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吴欣盈初次暗时去杜拜参加联合国气候峰会。个人局人员表示，会安排随行人员，不过无方便透露实际人数。吴欣盈表示，这摆出国行程是立法院10月都安排好啊。因为这个公文其实在10月的时候，立法院的院长就发了，会是每一个党要求一个委员陪同代表立法院去参加 COP， 同时我这个会期也是卫环委员的召委，所以这本来就在我的行程上面了。大选目标放伫能源议题，国民党将副总统参选人高台南关心供电问题。赵少康阁批评执政党照绿电做伫二手上的代志，伫全世界拢认为应该扩充核电的时阵，参加世界潮流是违背。为了把核废掉，天然气增加然后呢，绿电来不及就到处种，所以你为了这个光电的利益，你让渔民的利益损失嘛，他就没有鱼了嘛。为了他自己的那个很荒谬的一个理念然后呢，跟世界潮流刚好背道而驰。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最近予人质疑，要放弃国籍告回复，恐惊会失去参选的资格。萧美琴也正面回应。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中华民国国籍所以也没有回复的问题。我这个美国籍在2002年就放弃了那手上相关的证明资料文件都有。我选立法委员也选那么多次已经经过考验。针对国籍争议，内政部经查搜寻对象3组6个人的资格，拢符合内政部即种的相关规定。内政部已经会函中选会，照定书中选会今仔日会审议6个正副总统候选人的资格，审议了后会马上对外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